大家好，我来自茶语，我叫索朗嘎西，我抽到的号码是4号。Cidu ni malamu la kasih首先做个自我介绍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来自茶语，我叫索朗嘎西。索朗嘎西啊，又是一位来自茶语的选手。听说你在你们老家还是挺出名的，是吧？有一点点，有一点点那么谦虚啊。我们现场有观众认识他吗？来，我看一下掌声有多少。哎，看来你的人气不错啊。好，那么今天你的表现到底如何呢？那么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各位评委老师。尼玛周老师。各个方面都表现的应该是很不错的啊！我希望啊，就是你能够就是不要放弃你的梦想，在音乐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。祝你在今后的你的那个艺术道路上能够走得更远、更宽、更广。谢谢，非常感谢尼玛周老师。葛三曲人老师，今天你演唱的这首歌曲，首先这个节奏非常欢快，而且你演唱的时候呢，给人一种就是轻松愉快的这种感觉，我觉得非常好。谢谢葛三曲人老师。来，周曼阳子老师，又一位老乡。你好，田老师，我这个索朗嘎西是我们的抖音的网红歌手，然后把很多我们老家最美的民歌。带给了很多在抖音直播间里，让很多人了解、看见了。所以希望你的这个音乐道路越走越好。谢谢，谢谢，非常感谢周毛杨宗老师啊！再次把掌声送给他，谢谢，再见了，谢谢。抖音。